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7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0篇，耶利米书第3章15节到18节，以弗所书第5章第6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光明的水果，光明之果啦吼。耶稣基督捌伫约翰福音用葡萄树来譬喻基督徒的性命，如果会当连结伫树顶的枝，才有路用，也才有机会来结果子。这个果子就是用来这个判断咱的性命品质是安怎。什么款的树结什么款的果子，我想这咱拢真清楚。耶稣基督嘛讲伊是世界的光，所以就搁甲基督徒讲，跟对伊的人讲，着爱诚做世界的光，搁着爱照光伫这个世界。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差遣来世界的统治者、拯救者。也亲像伫先知耶利米以色列人宣告的，耶利米书第3章15节到18节，我要将合我心意的统治者赐予恁，因会用智慧甲策略来治理恁。恁伫即块土地人口大加添的时，人袂阁讲起上主的约柜。袂阁笑念，袂阁记得，袂阁因无需要的约柜，袂阁制作。上主安尼宣布，迄时耶路撒冷会互人称作上帝的宝座，万国万民为着要服侍上主，拢要聚集来遐，因袂阁照家己的邪恶固执的心做代志。迄时犹大家甲以色列家联合，对北平做伙倒来，我赐予恁祖先做产业的土地。既然基督正做咱的领导者、统治者，是咱的光，咱也着爱正做光的果子，来见证咱是属伫光的。伫言行举止顶悬，拢着爱见证主的荣光，互人因为看见咱，就看见上帝的亮光。咱会看见保罗伫写互以弗所教会的批信，以弗所书第5章第6节到20节。这中间，伊对基督徒的提醒，伊讲毋通互人用空洞的话甲恁迷去，上帝会受气，会为着这个代志临到遐个悖逆的人，所以毋通甲迄款的人交叉。恁以前伫黑暗中，毋过现在已经正做属伫主伫光明中间行做，着爱有光明行义的款式。光明所结的果子是达款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，着查出什么款是主所欢喜的事，毋通参与伫黑暗中得做无路用的代志，颠倒着甲因暴露出来，因暗坎得做，连讲拢见笑，一切互光暴露就显明出来。因为甲一切显明出来是光，所以一句话安尼讲：得困的人起来，就对死人中间爬起来。基督要甲恁照光，所以恁的行为着谨慎，毋通做无智慧的人，着爱做有聪明的人，要用智慧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。所以毋通做糊涂的人，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毋通酒醉，酒醉会互恁败坏。反倒当互圣神充满，
就用诗篇、圣诗、灵歌对唱，对心底唱圣诗甲诗篇称赞主，就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为着逐项代志时常感谢拜上帝。求主帮助阮会当脱离黑暗的权势，互阮会当活出光明的果子，见证阮是光明之主。诗篇140篇，上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，保护我脱离凶恶的人，因心内都无邪恶，不是制造纷争。因的嘴亲像毒蛇的嘴遐尼来，因的嘴唇有毒蛇的毒。上主啊，求你保守我脱离歹人的手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因都无要甲我这个请倒、摔倒，骄傲的人暗中掘陷阱，张罗网伫路边设坑套来要害我。我对上主讲：你是我的上帝，上帝啊！求你按耳孔听我恳求的声。至高的上主，我大溃难的拯救者，伫交战的时，你有保护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互歹人的心愿实现，毋通互因的计谋成功，直到自高，毋通互围困我的人胜利，就互因的嘴唇毒害，害着因家己。求你用得到的火炭降落伫因的心上，甲因迄落火献伫心间，袂阁起来。求你互制造是非的人伫地上袂阁带袂牢，伫互灾难甲恐怖的人对调调，拢甲因拍倒。我知上主会为着困苦的人伸冤，为着善车的人主持公道。义人一定会感谢你，正直的人会当伫你的面前徛起。感谢主赏赐阮亮光，恳求主帮助阮行伫光明的中间，脱离黑暗的权势甲诱惑，活出美好光明的见证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